營建科軟件提供的混凝土施工圖設計，包含板施工圖、梁施工圖、柱施工圖、牆施工圖、梁柱牆施工圖、通用工具和樓梯施工圖。進入施工圖設計菜單，軟件自動展開以上菜單。首先，我們來看梁施工圖設計，切換到梁施工圖設計模塊。梁施工圖模塊的主要功能為讀取上部結構計算軟件的計算結果，完成鋼筋混凝土、連續梁的配筋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具體功能包括連續梁的生成、鋼筋標準層歸並、自動配筋、梁鋼筋的修改與查詢、梁正常使用極限狀態的驗算、以圍牆圖的繪製與修改、梁配筋校核、梁鋼筋用量自動統計等。程序對施工圖按照香港規範及香港施工圖製圖規則出圖，通過截面注寫畫法，支持以立面長圖的形式表示連續梁配筋信息。另外，梁平面施工圖延續了國家標準圖集 22G1011 的梁平法施工圖製圖規則及平面注寫方式，以平面注寫表達連續梁配筋信息。參數菜單下提供了繪圖參數、梁名稱前綴、通用選筋參數、裂縫撓度相關參數，以及分類選筋參數等5大類。繪圖參數用於設置繪圖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如圖紙類型、比例、字高、鋼筋符號、文本或間距的標注位置和距離等。其中鋼筋等級符號默認值為香港規範符號，此時使用規範中規定的符號來表示鋼筋等級。如果選擇英文字母，則程序使用 W/Y 英文字母表示鋼筋等級。梁名稱前綴用於設置各種類型連續梁，編號時的前綴名稱和命名規則等。通用參數用於設置控制程序自動選筋時的一些基本通用信息，如選筋計算面積精度、容差、歸並、鋼筋正間距、箍筋形式、間距取整模數、鋼筋排列規則、跨中取直範圍、底筋截斷位置確定、抗扭重筋分配方式等等。其中參數 ETABS SAP2000 UIJK 的設計配筋面積取大值，勾選後會讀取 ETABS 或 SAP2000 的結果，與營建科的設計面積進行比較，並包錄取兩者最大的計算結果。裂縫撓度相關參數控制正常使用極限狀態下的裂縫撓度驗算。分類選筋參數包括強架梁選筋參數、非強架梁選筋參數、長連梁選筋參數、懸挑梁選筋參數、空心樓蓋勒梁選筋參數。這5頁分別控制各種性質的連續梁的選筋流程，可供用戶交互設置鋼筋放大係數、選筋庫優選鋼筋直徑、根據裂縫選筋等等。第一次進入梁施工圖時，會彈出對話框，要求用戶調整和確認鋼筋標準層的定義。我們按照軟件自動生成的鋼筋層進行歸並畫圖。繪新圖菜單下有3個選項，選擇重新歸並選筋並繪新圖。軟件會讀取用戶設置的參數，按照用戶設置的鋼筋標準層，在全樓自動歸並繪製出當前的梁施工圖。右上角切換樓層鍵可以切換到其他層，顯示當前層的梁施工圖。當用戶重新修改了鋼筋參數，或者修改了鋼筋標準層的定義，甚至前面重新進行了結構計算，就應該執行繪新圖下的第一個菜單選項，重新歸並選筋並繪製新圖。否則，修改的鋼筋參數或個標準層不能起作用或不能全部起作用。第二個選項由現有配筋結果繪新圖，是為了繼承對鋼筋做過的修改。比如當用戶修改了結構模型，但沒有重新計算，沒有改參數時，可執行繪新圖的第二個選項。有現有配筋結果繪新圖，
這樣是為了保留已有的鋼筋修改。第三個選項是在前兩個選項狀態下，繪製完施工圖後，根據用戶圍區平面範圍及設置的標高範圍，實現對局部平面的單獨繪製。點擊平面佈置圖按鈕，軟件將繪製大本層所有梁編號的平面圖。點擊長圖菜單下的添加梁立面圖，根據左下角的命令欄提示，在平面上選擇需要繪製立面圖的連續梁，點擊鼠標右鍵結束選擇，在彈出的對話框中設置繪圖參數，構造參數後並點擊確定，軟件就可以把連續梁的立面長圖、剖面長圖繪製出來。程序提供了驗算菜單，用於撓道裂縫驗算，這是繪製好的撓道圖，並可以提供文本和圖形兩種形式的計算書。執行裂縫圖命令可以計算並查詢各連續梁的裂縫，這是繪製好的裂縫圖，與撓道圖類似，可以查看裂縫詳細計算書。程序提供了鋼筋量統計的功能，點擊鋼筋統計菜單，可以統計本層梁或者全流梁的鋼筋用量，並且統計結果有文本結果和 Excel 結果兩種。這是文本結果，這是 Excel 統計結果。生成的統計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以上就是採用營建科軟件香港規範版本繪製梁施工圖的基本操作流程了。